大家好，我係4F班嘅何以臻，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好有趣嘅書，書名叫做《水先生的奇幻旅程》。呢本書係講水先生變成海浪。一個夏天，水先生嚟到沙灘，識咗3個新朋友。每日佢哋玩到太陽落山先肯走。一日，水先生嚟到海灘，佢唔見晒佢啲朋友啊！八爪魚就同佢講：原來暑假已經結束咗啦，小朋友都返晒屋企啦。水先生就決定去冒險，揾返佢啲朋友。佢請太陽幫佢手，變佢成白雲，飛過田野，飛過森林，到咗山頂。水先生凍到變成雪啊！冬天過咗啦，春天嚟到，太陽融化咗啲雪，水先生變返水。突然一個管道吸咗水先生入去，入邊有好多個水先生跑來跑去，喺唔同嘅地方出返嚟。水先生突然喺佢嘅朋友屋企嘅廚房出咗嚟啊！佢終於揾返佢嘅朋友啦。書後邊有3個小實驗，不如我哋一齊做一個啊！呢個小實驗個名就叫做着救生衣嘅橙。我哋首先要準備一個橙、一個檸檬同埋一個奇異果，仲有一個裝滿水嘅盤。首先，我哋將個橙放落去個水入邊，睇下會發生啲咩？哦，原來佢會浮噶。咁我哋就將呢檸檬放落去，睇下佢會點？哦，原來佢都會係浮噶喎。咁睇下個奇異果放落個水度又會點樣？哦，原來佢會沉噶。咁其實檸檬同埋橙，佢係有好多小氣孔喺個外皮度，所以佢哋就會好似着咗救生衣咁樣浮起嚟啦。咁我哋就將個剝咗皮嘅橙放落去個水度，又睇下會點？哦，原來剝咗嘅皮嘅橙會沉噶，就好似冇着救生衣咁樣沉喺個水度啦。大家都可以喺屋企自己試下做呢個小實驗啦。大家好，我係4F班嘅許樂希。近期咧 AI 就越嚟越普及，相信大家對 AI 呢2個字咧都唔陌生噶啦。而今日我要介紹呢本書叫就係 AI 的秘密3，呢個係專寫俾喺我哋 AI 時代嘅學生。大家又一齊幫我諗下，到底 AI 未來可以取代人類啲乜嘢？答案就係的士司機、警察、超級市場結賬嘅人員同埋體育比賽嘅裁判。因為 AI 係具備識別能力同埋可以快速分辨同埋識別能力去處理突然發生嘅大量資料。大家有睇下呢幅圖畫。呢幅圖畫呢個小妹妹吹甩咗頂帽，喺未來有一架自動嘅車，一見到小妹妹飛甩咗頂帽呢，就停咗車，但係後面嘅一架藍色自動車呢，就未發現到綠色嘅車突然停咗，所以就相撞。咁喺呢一件事到底邊一個係要負責任嘅呢？但係喺現實中呢，我哋係未有相關嘅法律咧去決定邊一個係犯法㗎，而喺未來咧係有機會有相關嘅法律咧去處決呢啲唔係幾好嘅事。咁大家咧相信都會用 AI 嚟創作一啲嘢啦。但係 AI 又會唔會侵犯咗人哋嘅作品呢？如果係人類自己寫嘅話呢，就係真係自己諗。但係如果 AI 寫嘅呢，就有機會，因為 AI 呢係用人類已有嘅知識呢嚟去創作一啲嘢嘅，所以就有機會呢會侵犯咗人哋嘅嘢啦。咁
大家用 AI 又會唔會冇咗自己嘅私隱呢？答案呢係未必嘅，除非你用 AI 呢係做啲唔好嘅嘢啦。而美國一個科學家呢就發明咗科技奇異點，就係由1950年去到2045年呢，就會有呢個科技奇異點出現㗎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學識用？我哋點樣可以善用 AI 呢？就係其實呢一啲問題啊，例如寫功課好麻煩，我希望可以用 AI 幫我做功課啊。相信大家都係咁諗啦。而仲有好多問題嘅，呢啲問題呢由你自己決定，但係呢要記住以下呢4點喎。第一，唔可以所有嘢都係真係需要 AI 㗎，因為 AI 嘅存在就係想幫助大家節省一啲時間去做一啲 AI 取代唔到嘅嘢。第二，唔好完全信晒 AI 嘅答案啦，因為 AI 有陣時都可能會出錯。第三，唔可以利用 AI 做一啲壞事，因為 AI 發明出嚟唔係俾大家做壞事，係幫助大家節省時間。第四，要搞清楚自己生活嘅真正需要嘅 AI。咁咧呢本書咧就講到咁多。如果大家想發掘多啲呢本書嘅系列咧，可以去到公共圖書館度借閱更多呢啲嘅系列去睇啊！拜拜。大家好，我係林俊軒，我而家會介紹一本書。呢本書係長島清作嘅《哆啦 A 夢》嘅分數計算技巧。我中意睇呢本書係因為佢嘅內容既有趣，又可以令我加強分數加減乘除計算嘅技巧。裡面仲有啲練習俾我哋做，可以令我哋融會貫通。我最中意嘅內容係裡面嘅來抽獎吧。呢個內容係教我哋計算分數乘除嘅應用題，裡面嘅內容好搞笑。呢本書最後嗰幾頁仲會教我哋關於一啲有趣嘅分數小知識。如果你哋都想借呢本書嘅話，就快啲到圖書館去借啦。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多謝。